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45块。45块。哎。阿清伯，你等下。阿清伯，你目睭敢袂掉？做强的。哦，伊拄转来，伊讲，伊甲秀秀要分手的代志已经讲好啊。管了。你是阿伯，这世人看的上乖、上好的查某囡仔，所以阿伯。才爱你哦，叫做强。我知影，你一生拢咧找上好的要有主角。你甲我做唔对，我过去欠你甲做文清楚。阿清伯，阿伯哦，这10几年来，拢甲你当作你是我亲生的查某囝。我得讲，你无这个感觉，但是这是真实。我得讲阿伯，表达的方式问题。清伯，但也阁会好，阿伯做唔对遐代志，也阁会负头弥补。阿伯，拢答应你，你要爱啥物我拢予你，包括做。讲囡仔，你哭啥物话？若伤心也艰苦日子也拢过啊，对无？喂，喂，你要写啥？喂，你来拢袂讲话？你是毋是主文？主文，是毋是你？你讲话啊！是主文，主文，主文，阿爸啦，主文。管啦，莫想啊多，吼，该当若是你的哦，一个时间来转来，阿伯答应你，带你甲找转来，好，来，莫想啊多，吼。阿文啊，啊，谁怎来要甲阿管讲话啦？我当早伊平安就会使，无定去过10年就甲我小弟结婚了。我是当搁甲讲啥？主角，主角。你甲秀秀要煞的代志讲好啊哦。阿爸无答应，是因为白如今这个查某，伊设个陷阱，阿爸惊你受伤害。20年，我为了手法来放杀你。我知阿爸以前为了老母手来放屎，这代志，秀秀拢甲我讲。
是啊，我甲放产，伊唔愿要甲我报复，所以伊唔才叫秀秀要来欺骗你的感情。秀秀拢甲我讲啊，讲因老母叫伊来欺骗我的感情。我实在真正想袂到，因老母是一个心肝遮尔歹的查某人，为了要保护阿爸你，伊甚至连家己查某囝都伤害。我实在足想要好好甲教训一下。哎，袂用的，啥物你甲教训？你也知呢，伊是你的。我知，我免替阿爸，你来害伊的伤。但是阿爸，这是真心的爱我，伊无法度接受这款的打击啊。阿爸知啦，阿爸知啦。对啦，阿爸已经决定了，咱家无停好，我已经卖掉，咱搬来别位所在，咱重新过来打拼。阿爸，这是我害了你。我得甲是你讲的，阿爸拢做唔对。自细我都足疼你，我甲上好的，一切拢互你，包括阿管。差一点啊，你、恁大姨、阿管，拢会叫我毁掉。阿爸。代志拢过去，来，别开，无卡，哦，咱查甫囝较有志气，倒咱搁别个，咱搁重新开始。只要你莫做对不起阿爸的代志，莫犯错，安尼就好。阿爸，我绝对袂对不起你。秀姐，你在这物件哦，你来看卖啊。哦。紧就去便所，我就我抱你去放着。毋是啦，外面有一个查某。哦，迄查某要便所，爱着收钱哦，迄啥的啦？毋是啦，安怎啦？外面迄个查某，万一若要入来找我，你也讲我1年前就搬走。啊，啊你人伫遮要呢？哎呦，就照安尼讲就对啊啦。哦，就这样讲1年前哦。哦咯。哎，伊若讲唔得。啊。你遮敢毋是一个叫做王月清的？王月清有咧，啊。伊即摆人咧？啊，无，伊1年前我就搬走啊。1年前就搬走啊？是。啊，你敢知影搬喺倒？大概搬伫因兜啦。无，讲搬伫阿里山遐去啦。阿里山。阿里山。谢谢。小姐，你叫我，你是啥人？我叫做秋。啊？无啦，啊有人无伫的，无本来我是有种足重要的代志要甲讲。哦。既然无伫咯，算算去。嗯。谢谢。你即嘛？对爱查某是啥？我唔知影啦，讲要找王月清啦。你若身边哦，看到迄查某，咱像看到鬼共款。奇怪，敢会朱文啊的老母秋华？伊毋是秋华啦。毋是，无啊，伊讲说秋是秋天，啊是秋花啊，啊是雨秋的，
什么酒？好啊好啊好啊！因为遐老安尼乌白问乌白讲。阿娟啊，你若看这个人就要变相了，你要死安尼？最近我看拄着迄人吼，一定是菊花。这是你，紧坐紧坐。我知影吼，你足急去要找我啊，所以我就落飞机，我赶紧来找你呢。安怎？有够久无看到你啊！你想看嘛？看几年啊？10多年啊呢？你拢无变哦，甲较早共款，也是较水啦。丽玉，你紧甲我讲，我的囝即摆是安怎咧？到底？你哦，上现实的啦。敢为着恁囝的代志吼，你才会想着我啦。若无哦，我一世人哦，拢将我这老朋友放袂记。安尼是啦，丽玉，你原谅我，这几年我拢做无闲。你紧甲我讲吼，你紧甲我讲。迄天电话中我有甲你讲过啊，我无意中去遇到迄陈太太。我知影你当年甲白如锦、白小姐是上好的朋友，你敢知即马人住伫倒位？10多年拢无联络啊。是安怎啊？就关的伊迄个囡仔，我知影，因后生一出世个死去啊。如今为着这样代志，嘛伤心足久的。伊囝根本就无死。啊？陈太太，如今甲我讲当时你亲手交予伊的是一个死去的红衣啊。无毋对，当初时我交予伊迄个囡仔，开始是已经死啊。验过迄并毋是伊的后生。代志过了准拄好啊。免咱会使安尼做啦，囡仔无死，然后准拄好个啦。这层秘密我已经隐瞒20几年啊，如今伊嘛毋知影。搁再讲，我即马也无法度找着伊，我是要将这层代志来甲伊讲咧。所以你讲这层代志若毋准拄好，你是要叫我安怎样咧？遐后来，爱都有代志哦，我着做伊走啦。我会当来肯定的吼，就是你的后生吼，要活咧这世间并无死。当时陈太太交予你迄个死去红衣啊，迄绝对毋是你的囝啦。恁是安怎要安尼做咧？我嘛感觉足奇怪的。不过若照常理来判断起来吼，当时除了你以外吼，一定还有别人吼，伫陈太太遐生产的。对，一定是安尼先。无要紧啦，等我等下台北了后吼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陈太太，将这代志甲查清楚。我请嘛讲我的囝讲话呢，敢讲就是因知影我的囝伫倒位。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毋是你哦。我想袂到你来阮厝，来面坐来面坐。恁爸爸有伫咧无？阮阿爸伊出去啊。你现在阮阿爸？我是要来请教伊一件代志。哦，伊出去啊啦，可能吼去注册一个引导啦。我敲电话叫伊转来，来面坐来面坐。对啊对啊，阿姆啊，伊讲恁兜住在秀水因兜隔壁，你敢有看到秀水伊转来？无看伊转去。秀水还袂转去？无可能啊！秀水无可能到即马还袂转去啊！这是事实。还阁有一件代志，我嘛无想要瞒你。我毋是住伫秀秀因隔壁，我是秀秀的老母。秀秀是我的查某囝。可能，你一定你骗我！
我唔相信。我就是地图听。是当年我爸放出你迄个查某，恁老爸当年毋是干那放杀我尔，你会使对阮老爸，但是你无应该对我，更加无应该对有秀秀恁查某囝。我可以你想，若是你是我亲生的老母，你唔知有偌苦。但是我想袂到，想袂到你是一个心肝这么歹的查某。给你，讲我讲唔着是无？但你敢叫查某囝你会伤害？你是我到无我歹是不是？好啊！秀秀想袂开去自杀，你就是凶手。秀秀甲我约束好，伊袂去做迄款代志。上好是白，无情，无人会原谅你。有拖我看了你，你走！用完了摆，我过来阮厝。你想？阿是白，你等下拄好，拄好出强介意。乖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去无用你。李如健，我想袂到你会来阮家，是安怎？我地地无卖咧，你咧唔甘愿是？我是要来请教你一件代志，你甲我讲过，讲我20年前的囝无死，是毋是真是？你讲，伊即摆是伫什么所在？你讲，伊即摆是伫什么所在？你甲我讲啊！你讲啊！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讲伊即摆是伫什么所在？李如健，都哪个当初你讲的？我是咧骗，无毋对，我咧骗，我骗讲恁囝我活了。其实我是惊，我惊你来甲我报复。哼，我甲你讲，恁囝早已经死，死啊！你听有？听清楚无？你即摆又搁咧骗我！你有甲我讲过，讲迄个产婆嘛有甲你讲我的囝搁活咧，伊抱我迄个死囡仔毋是我的囝，是毋是？是毋是像我当初是嘛是你已经生的对毋对？迄我拢无。你有看点？我无看的啦，我看的吼是你生出来的囡仔已经死啊。你一定有看的，是毋是像我的囝死甲我换去？你讲。李如天啊，你足够想的呢。我甲你讲，生出来囝还活了，但是你生出来囝已经死啊，死啊，死啊！你听有无？我不信。这是毋是有在你啦？希望你莫骗我。你若无，我袂帮你煞。无你是要安怎？啊？你除了无行都甲我提你我袂食袂困的日子我拢忍受过，我欠你我拢还你啊。若无代志，提醒。我袂使甲讲这个秘密，因为这查某要害主强，而且主强也无法度通忍受讲，伊亲生的老母会遮尔弄头。我怎样想，拢想。
家东，你想要来找我青？上当年秘密甲讲。我无啊。伊还讲无？小妹，阿等来吧，好啊，看。